大家好，我是阿新，你即摆收听的是阿新的故事阿爸。伫咧上头前的即集内底，我想要甲大家小介绍一下这节目。这节目主要是一个访谈节目。当然，访谈即件代志，敢若一个人是无法度做的，所以未来我会邀请到其他的来宾来节目做伙开讲。伫节目内底，大家大部分听到的会是台语甲英语。毋过，若是有即寡特殊的状况，嘛是有可能听到华语。对我来讲，台语是台湾，英语是咱了解到这世界重要语言。这两个语言合做伙看，会当看做是世界的两边。另外，台语甲英语拢毋是我的第一语言，讲起来可能甲华语无啥共款，无定着会当互这节目听起来更较趣味。访谈的主题甲内容是足快的，有可能讲个人的生涯，嘛有可能讲族群的冲突。未来访问大部分敢若会用观点讲到的三种语言来进行。毋过我则是会准备其他两种语言的话语稿传去面顶观顶，了后会甲连接放伫每一节说明内底，互大家有需要时阵会当参考一下。今仔日的节目就讲到这，我是阿信，咱后摆再会。